注意，都给我听好了，对方客人手上是6，张总让庄赢。副科长，怎么样？下去试试手劲。不行，我不会玩。张总，哎，贺科长可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啊，我这个啊，好好玩啊。小白，哎，就按刚才说好的，给贺科长先拿10万现金的这个钞票。没问题，张总。张峰，我明白了，今天早上那钱是怎么回事。放心吧，那绝不是贿赂，应该叫分红，这是你应得的一部分。分红？对，来，贺科长，这个就是来，小同志，喝茶。你还真找这儿来了哈？好找吗？还行，打听了。没事儿，我早就好了。那天不跟您说了吗？还是得注意休息。您这人太客气了，让我都不好意思。喝茶吧您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快叫叔叔。孩子多大了？10岁，叫叔叔啊。我不叫。他怎么长得像坏人？你看这孩子真是的，他跟他爸似的，见谁都像坏人。好，警惕性高，警惕性高。你赶紧写作业去，别丢三落四的，听见没？就是为了让你散散心。不行不行，我不会玩，我玩准得输。输怕什么？不就是钱吗？钱是王八蛋，钱是为了让咱们爽。嗯，上。这一个片儿多少钱？上面写了多少就是多少，1万，一共10万，点一点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我不行。哎呀，不这，我挣工资。哎呀，放心的玩，啊，放松点。各位老板，请投注。这位老板，你怎么不买？这是盒，这是庄，这个是闲，您可以随便压。压盒的话一中8，您压1000可以中8000，最高可以压5000。压庄的话是5%抽税，我们限红是5万，就说庄闲不可以超过5万，它的差额不可以超过5万。现在您可以随便压，挺好玩的，您可以试一下。现在压庄闲都可以随便压，因为庄闲有问题。需要您看一把吗？还是您？买件离手了，下盘离手。恭喜老板，恭喜老板！谢谢老板。好吧，你去签公示。买件离手了啊！看我的，明白。慢点，老板。好，买件离手了。先开5点。先开，老板。庄2点，先赢5点。谢谢老板，跟着老板。还有，好，谢谢老板。跟手，跟手了。各位老板，请投注，请投注。好，买件离手了啊。
交，交一，鞋装，鞋装，连开。大舅，张总好像有指示。离手了啊！好，离手。注意，都给我听好了，对方客人手上是6，张总让庄赢。先开5点，张开老板，张开5点前补，张要5点，1890定输赢，老板。5万，恭喜老板。我很少玩牌，这手机好。哎，怎么样，何科长？啊，手气还不错，我把刚才输的又赢回来了。太棒了啊！哪有男人不好赌的呀？这回赢了钱，可得请我吃饭，啊？嗯。喂，是我。张总，刚才有几个警察，至少是4个，坐着警车到码头上来了，什么？看样子想偷验咱们的货。你确实吗？千真万确。我们开始以为是小偷，可惜他们跑得太快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儿晚上算是有事干了。听我说，你们在那儿原地待命，等我电话。好。哎，张总怎么说？让我们等着。干爹，你知道明宇是不喝酒的，我替明宇敬您一杯。我可以进来了吧？张总，贺科长，对台球怎么样？咱们开一盘。不行不行，我女儿还在家，要不我先回去吧。哎，贺科长，来都来了。再说，我要跟你谈的事情还没谈呢。你是说那批车吧？还是知识分子聪明啊！没错，就是那批车。我忘了告诉你，这件事我不打算立案，但是要罚款。罚款？好，这不成问题。但是问题在于，我今天晚上要把那批车全部运走。什么？我不能白白的让这批车落到公安局手里。这件事我还没有立案，公安局不可能知道。这事儿说来话长了，以后再跟你聊吧。但是我敢断定，你们海关内部一定有人把消息透露给公安局了。张峰，我刚调到这儿，我不想出事。但是现在已经出事儿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很好办，只要你同意，我们把这批车运出来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现在已经下班了，明天又是礼拜日，手续怎么办？张总，这是刚才贺科长赢的那15万。手气不错嘛。
不要不要，我随便玩的。贺科长，还记得那天在酒店喝多了，后来发生的事情，还有今天你赢钱得意的样子，都在里面。贺科长，这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站下去，听张总接着说。张峰，我可以到刘建义那去辞职，我可以回到我的老家去。可是这是大案，所有参与走私的主要成员和政府协从人员都会判死刑。好像你女儿马上就要升高中了吧？啊？兄弟，记住，其实你我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，没关系，只要咱们动作快，事情很快就会过去。啊？好了，把钱拿上，明天必须把出关手续给我办好，别的就不用嘱咐你什么了吧？